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2月13公视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美君。行政院把2通报平台今日开始上线，全台湾的广播人员都会当使用。虽然是签名申诉，不过会确保内容袂泄露，限定1个月内就要结案。行政院长都用台指示，希望公部门好好处理这场霸凌的事件，改变做官的文化。小心哦，小心哦，谢谢。小心啊！最近公部门是一直传出霸凌事件，引起关注。行政院的霸凌通报平台暗算13开始运作，要申诉的人必须写出家己的本名，重点包括提供多元的通报管道，重视当事人的隐私，透过加密措施来确保通报的内容袂漏泄，跟下部会合作，要求权责机关3天内的汇报，人事总处来追踪立管，结案的期限原则上是1个月。这个平台原则是在各机关既有的申诉管道之外再多增加一个多元的申诉途径。那原则在1个月内调查的结果要回报。那如果有必要的时候，最多只能再延长1个月。多元台要求通报平台成立了后，希望公部门好好处理工课场霸凌的事件，让官场文化改变，嘛改善民众对行政团队的印象。一定要据实调查，而且检查检有结果，嘛保护当事人的隐私。隐秘绝对要保密，要保护得好，而且要真的据实调查，同时要速查速决，而且要真正的请到外部来参与协力调查，让整个官场的文化可以改变的话，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样事情都是有价值的。行政院进前嘛传出霸凌事件，一个西藏的处长洪检基讲会乌白来骂员工。对这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讲，当透过院内的申诉评议委员会因应小组的评估，若是有必要，就会随立案来调查。因应小组，那他们会就这个匿名爆料的部分来做一个全盘性的了解，会来评估内容是不是需要正式的立案调查。另外，对于行政院的政务委员苏特马洪爆料讲，过去嘛捌有讲霸凌的情形，行政院敢会相关处理？李慧芝讲，文化部长李婉已经做过说明，行政院尊重文化部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在了落无爆出霸凌案了后，卫福部也公布上新的霸凌调查结果，总共是接到8件这场霸凌的案件，有3案成立，7个人受处罚。其中保护司的视察除了调离现有的工课，也记一支代告移送电界。公部门这场霸凌事件持续伫讨论，卫福部公布最新霸凌调查结果，也甲处罚，拢总有8件好亲像霸凌的申诉。经过外部学者专家审议了后，认定有3案成立，并经考试会决议处罚，包括保护司兼任视察、长教司专门委员，也甲社工司兼任视察。其中保护司兼任视察，因为情形严重，除了记一大个调离现职，嘛会依附电解。有这一个大声斥责嘛，还有就是说不合理的退公文。并且造成他整个这个自尊心，还有等等这边的一个受创。卫福部处长李建德表示，其他申诉案件虽然霸凌无成立，不过未当有效阻止这场霸凌，应该负监督管理不周的责任，所以连带受到处罚。包括长教司司长、社保司司长、社工司司长，也甲保护司司长，分别记过甲升阶。后续会强化部内的主管自我注意，也有沟通直接的技巧。启动了职场安心计划。目前也陆续有同仁来做个人的咨商申请，那么后续我们也需要强化部内主管人员的自我觉察以及同情心、情绪管理能力。若是当教市长要求部小组深渠霸刑健身，卫福部处长李建德指出，经过调查，市长并无强制要求同仁做运动，虽然无符合这场霸凌的要件，不过这个行为已经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记一小告处分。李建德讲，会全面检讨业务成长加人力适当的配置，争取合理的原价，和工作负担得到真好的分配，营造员工安心工作的这场环境。记者综合报道。咱赶紧来看今仔日的报纸。
头起这是中国时报新北捷运环状线受4月初3花莲大地震影响，至少有139项设施受损。地书邦桥站到中和站之间无法度提供服务，本只按算是需要14个月才通修复。经过市政府甲工程团队的拍拼，是提早半年的时间，伫咧昨中到12点，环状线恢复全线营运。接下来是联合报，主计总署发布去年国人到海外做事的人数，疫情影响是大大减少了。国人到海外做事有62.1万人，比前年大幅度增加14.8万人。虽然其中到中国的人上济，不过占比煞降到新低点35%。那达到美国的有12.8人，是创下统计以来的新高。落尾是自由时报，台中市南屯区77岁姓叶的退休查某医师，家己一个人带3年，煞互诈骗集团锁定。假做检察官甲警官讲伊涉嫌洗钱案，国骗伊4000多万。国假做中人甲伊6栋厝拢摕去抵押借钱，国再骗2000多万，总共互人骗7300多万。诈骗案一直发生，演员谭爱珍哄骗买100万。真侪网络诈骗是透过假做出名的人来诈骗，政府除了积极推广防止诈骗的资讯给民众，内政部警政署表示已经成立小组，会伫咧社群媒体顶头巡逻，若发现有问题，就会随主动。资深演员谭爱珍传出防诈骗，伊查某囝欧阳晶伫咧面册发文，表示讲2个多月前忽然间有警察来因兜，一见面就叫伊较紧来联络因妈妈。原来是迄天警察伫咧超商头前，感觉怪怪，就随掠着诈团的车手，伫命当来看到谭爱珍随过来走动。经主动盘查，于李贤身上查获伪造公文书1张及工作机，经由假检警公文积极联系，与邮局临柜提款100万现金之弹性。被害妇人，即摆诈骗的手法一直在变，其中伊到处诈骗是上时行。伫北投有警察，虽然讲甲打气甲可抗，才替当事人甲700万的存款收落来。你每次都领几百万呢？这个不太无常的，相信你应该是遭到损失了，所以我不能够让你再继续有损失了。那我会，你要让我们家里起家庭革命啊！这个钱是我的。一开始沟通的过程，负责人阁故意一直闪，警察才发现讲，即马诈骗集团为着应付警方和银行查证，阁加配合人一寡应对的用词，提悬做诈的难度。加上伫网络顶悬，名人诈骗的手法阁翻新啊！诈骗集团甚至是假作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因某张淑芬，含利用已经过身的作家琼瑶的名义，甲民众讲办投资小户就送册，就连台积电嘛发声明讲无这种活动，卖互骗去啊！我们165这边也成立了这个潜伏小组，或者是分析小组，早期找到这个被害人，告诉他不要再汇款了。那另外在阻挡的部分呢，我们也会在各社群媒体上面巡逻，然后一发现有可疑的部分，我们就会通知社群媒体立刻把它给阻断。除了公布民众防诈意识，政府嘛积极利用科技来侦测无正常的小户大声风岛。内政部阁对12月开始建立打诈仪表板专网，提供民众上新的诈骗趋势和防诈对策。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中国阁有一种新的佚佗物仔流行到台湾的校园内面，是一种无封医生注射的佚佗物仔，阁有加一支注射筒。就有医师提醒，若是乌白酸甲射筒注入去咱的身体内底，就可能有芳受影的风险。摕棉仔甲红仔消毒，刷落来摕出这支危险的注射筒，对尻川注空气落去，红仔就若像细条仔的形，一粒一粒。这是最近伫中国各校仔流行的佚佗物仔。北部各校校长表示，虽然还未传入去台湾的校园，不过最近真骨力伫校园进行宣导，避免产生风险。其实正经的萝卜刀，甲即摆一届空气针啊，其实阮大概也有遮个新闻哦，看到有囡仔，知影有囡仔咧爱耍这项物件吼，阮就会利用儿童照会，较紧来去囡仔宣导。针对这款注射佚佗物仔，台大医生表示，这款空气注到囡仔身躯，虽然量真细，袂去影响到性命，不过若是针头无清气，是有芳受影的风险。它这个针头一定是不干净，所以
就食物上来讲，它局部那个蜂窝组织炎感染的那个风险可能还比较高一点。亲像这款危险的佚佗物啊，塑胶刀、蜡皮糖、空气针，卫福部表示，这款佚佗物啊本身可能有塑化剂超标的风险，提醒家长爱特别注意，千万唔通互囡仔看到这种来路不明的佚佗物啊。另外，教育部表示，一定通报地方政府甲学校进行宣导，互囡仔避免去接触到这款危险的佚佗物啊。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来关心今仔日的天气，继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水气是变较高。咱来看温度。桃园以北宜兰较会落雨，基隆北海岸、台北市山区会落较久，要注意大雨。气温的方面，北部、东北部也有马祖、金门愈暗会愈冷。北部、东北部日时18到20度，暗时气温会降到14、15度。马祖是规日拢真寒，敢若有13到15度，金门15到21度，其他地区嘛会半暝时阵翻冷。明日大陆冷气团落南，台湾各地头天气转寒，这波冷气团是今年入冬以来上寒的一摆，强度一个大陆冷气团甲强烈大陆冷气团之间。花莲香港重新启用直航班机，香港快运航空首航班机载154个旅客，昨暗时到花莲机场。花莲飞香港有152个旅客，首航班机的载客比率超过85%，现阶段每礼拜会有4班直飞航班。花莲机场的工作人员由红布条啊，欢迎各开放的直航航班到位。首航载154个旅客到花莲，要带旅客更较方便体会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我们对这条航线非常有信心。现在是每周4班，过年期间两周，我们已经加到了每天1班。香港快运航空希望每个月应带至少2000个旅客到花莲。花莲县政府也推出真侪项旅游好礼，包含价值新台票1000个消费券，加旅游巴士路线，还有旅程折扣价优惠。很欢迎这个香港的朋友来到花莲。过去旅客拢是为桃园入境，搁转坐大众运输到花莲。香港花莲航线重新开放了后，应至少先4点钟，旅客拢感觉真方便。东部地区的好山好水，也是吸引来遮的主要原因。好山好水好人情，就特别吸引我。是想去看一下花莲的海吧，还有就是台东那边，就是品尝一下这边的美食啊。直飞航班也好，花莲居民的出国更较方便。当然啦，你在这边可以直飞，真的差很多啊，所以才有诱因啊。每年1月25到2月初9农历春节期间，每日拢有航班来回，一抓不到2点钟，一抓票价也差不多2000外到4000外。记者综合报道。T-Pass 通勤月票已经有70万人咧使用，每年要推动 T-Pass 2.0。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未来会有一个接用人客的方案，就是各一种交通工具无限定共一个生活区，就会当变做下区域来使用。旅客坐国道客运，未少是坐运转坐客运的通勤族，拢用 T-Pass 月票，暗过也人只坐一种车，也毋是每一种坐，这人未来都希望适用 T-Pass 2.0的上限优惠。每天15块左右而已啊，就公车这样而已。是如果有常客方案就会考虑。对。如果没那么常搭的话，应该会选回馈的吧。T-Pass 2.0，明年1月对外公布，交通部长陈世凯透露上新规划方案，除了原来跨运具定期票继续新增加上客方案，锁定一种车，立即一定的次数优惠，先上网络登录，无限港这生活区，那这车一样优惠，也可能增加优惠。我们大概会跟行政院这边来商讨了哈，或许是就直接就会变成公务预算，因为特别预算没了嘛，好，那可能就会朝公务预算的方向。那我们是希望可以续行，可是也要看政府的财政状况。交通部希望引进更较侪，毋是每一坐车民众加用大众运输工具。国土客运业者表示，乐观其成，暗过业者面临欠人甲大环境起物价压力，优惠票价甲原票价差价，望政府吸收。价差的部分，那能够由政府来协助我们补贴。驾驶缺员的情况比较严重哦。那另外还有高速公路不能有立位的一些问题，那这个部分也是需要政府来协助我们。除了票价优惠的部分，就是服务的部分要去做提升，也就是说班次要更
密集或是服务的覆盖率。学者认为应该定期分析铁拍使用民众坐车的组合，检查议会是毋是成功。那推出了后，增加更较侪人来坐，也解决运输业的欠工问题，才能提供类型的服务量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高雄台铁的三地厝车头，最近传出有无厝者长期占用车站的设施，甚至是困伫咧无障碍便所内底，造成旅客的困扰。台铁表示，每年的请保全加强巡逻，社会局也讲，加幼中心会当提供各种服务，不过无厝者来大意愿是并无悬。台铁高雄三地厝车站看起来新点点、介现代化，无障碍的便所看起来嘛真新真快。不过最近有民众反映讲，有家友长期占用便所，伫咧遮洗身躯，甚至着困伫咧便所内底，就连提供予旅客紧急使用的充电区，插座嘛去予家友占条条，希望相关单位会当处理。过来啊，过来，嘛是当来遮充电的啊。哦，有当时会叫警察啊，但是无限个啊。我也无其他的原因，伊无再来甲我看。平常时做山工的家友表示讲，这搭车站有水电，佮有网络，因若想要休困，就会来遮。不过车站便所互占用，民众认为会影响到旅客。台铁是回应讲，按算12月底会请保全加强车站的巡逻。根据高雄市社会局的统计，高雄有登记的家友300人，其实因有2个家友服务中心提供因遮甲大，嘛会倒替因找工课。不过要是有家友甘愿四界找所在困。他今天下午就是预计要过来面试，看有没有那个住民有意愿要做工作的。其实阮拄到迄外口的家友，因足大部分就是讲，伊要离开伊较熟的所在，伊这是较困难的。因若是有需要的时阵，我嘛会想劝导伊来遮住，可能住到一段时间啊。伊可能家己会使找到工课啊，家己会使找到所在通住。社会局表示，今年家友就业自立计划辅导63个家友顺利找到头路，因卖派志工到社区协助家友量早返去社区过生活。记者柯昭勇高雄报道。红列做叛乱罪嫌疑人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昨日昨第2摆发表全国的电视演说。因否认紧急戒严是内乱，也批评在野党乱用弹劾。执政党国民力量党的党魁韩东勋就批评，这拢是咧辩解，更加确认尹锡悦外度搁在做总统，呼吁党员爱对国会的总统弹劾案投赞成票。南韩总统尹锡悦12早起9点半发表将近半点钟的电视演讲，伊讲总统宣布紧急戒严令是属于地权的一部分，甲社兵权、外交权同款，毋是司法审查的对象。伊阁将国政限制被顶党的责任转予在野党，讲在野党对真济官员发起弹劾，互国政被顶党，正做机会独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早举行大选，伊是通过宣布戒严，守护自由民主主义甲宪政。 지난 2년 반 저는 오로지 국민만 바라보며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고 재건하기 위해 불의와 부정, 민주주의를 가장한 폭거에 맞서 싸웠습니다. 피와 땀으로 지켜온 대한민국, 우리의 자유민주주의를 지키는 길에 모두 하나가 되어 주시길 간곡한 마음으로 호소드립니다. 저는 마지막 순간까지 국민 여러분과 함께 싸우겠습니다. 事实上，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党魁韩东勋早伫尹锡悦向全国性演讲进前，就开记者会，指伊无去请辞落台，但是真做唯一的选择。看尹锡悦的电视演讲了后，韩东勋向媒体表示，这回比起反省，佫亲像辩解，佫较确认尹锡悦无法度佫执行总统职务，呼吁党员对国会总统弹劾案投赞成票。 절차로서 대통령의 직무집행을 조속히 정리해야 한다, 정지해야 한다라는 말씀드립니다. 제가
另外，国民力量党的国会领袖，也就是党鞭邱庆和，进前对政局因为戒严甲弹劾陷入混乱，引咎辞职。国民力量伫个12举行新任党鞭选举，被归类是温秀华牌宽庆党过半选票胜出。NBC 新闻的消息指，温秀华投票前后，拢甲宽庆党直接通过，按过内容，宽庆党无对外公布。这事件也惊动北韩，官方媒体11、12连续2天发布消息批评南韩政局。北韩劳动党机关部劳动新闻报道，温秀华独裁政权无调度用性角度指向人民。北韩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形容温秀华是假的，估计南韩戒严危机引起的社会动乱越来越严重。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特别落任的美国总统拜登12宣布特赦39位非暴力的犯罪者，而且减刑约1500人，创下高日特赦加减刑人数纪录。因为拜登2礼拜前才特赦伊的囝 Hunter， 引起共和党加民主党的批评。这摆特赦是搁再引起外界对特赦权的讨论。就伫这个月初宣布特赦第一后生亨特了后，美国总统拜登12个特赦39位非暴力罪犯，佮对将近1500人减刑，当创美国总统一日特赦加减刑人数纪录。The 39 people who were pardoned today were mostly convicted of drug offenses. They were all nonviolent crimes, and the people who were pardoned have turned their lives around and become what the White House says is, their model citizens in their communities. 拜登伫声明中表示，这伫新冠疫情期间为防止病毒伫高中快速传播，转做国家加禁的犯人，加做这摆减刑的对象，因为因已经成功融入家庭甲社区，佮证明因值得第一摆机会。进前拜登幕僚的建议，伫准总统川普明年1月就职进前，对部分现任或者是前任政府官员发出有风险特赦。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还未对被控罪人发出全面特赦，是毋是可能引起政府不当行为质疑，北京也烦恼可能遭到特赦对象拒绝。The president said in a statement Thursday that more pardons were coming. It's not clear whether or not that includes preemptive pardons, which are being discussed at the White House for people who investigated President-elect Donald Trump. 拜登表示，未来几礼拜采取更较侪行动，佮继续审阅特赦申请。有伫前所透露，拜登幕僚咧讨论是毋是应该全面特赦准总统川普的政敌，来保护因免受川普威胁的保护。公司新闻陈伟仁报道。美国白宫12针对 New Jersey 天顶最近几礼拜出现神秘无人机的事件澄清，公布对国家的安全佮有公共安全造成威胁。也有风声讲这是伊朗的无人机，也是错误传言。Prove my point, and this is over my house right now. What is that? Let me just scan around and find another one. Because it seems like there's always more than one. 纽泽西州居民政治情报甲公共安全人员已经为这不明出现的无人机正头痛。美国白宫12保证公共安全未受威胁。Many of the reported sightings are actually manned aircraft that are being operated lawfully. There's just no indication that this is some sort of foreign malign activity, or in fact even criminal. 根据联邦航空总署报告，11月中伫纽泽西州的莫里斯郡附近发现无人机，有人形容差不多甲脚踏车或一个汽车遐尼大。有的居民佫看到规阵飞过，海岸防卫队也拄过，迄时阵认为无一时威胁无拍落来。啊，毋过飞过皮卡丁尼并港市军事基地，甲总统当选人川普伫贝德明斯特高球场顶悬的时阵，联邦航空总署发布临时限飞令。Assume that this is innocuous. But look how vulnerable 4 weeks of drones in overflight and dozens of sightings in a given 24-hour period. If only to tell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owns them, who's flying them, what they are,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皮卡丁尼平港厂警局证实，11月13到12月7日接到11件无人机暗暝活动的通报。纽泽西州贝尔维尔市长梅勒姆表示，这无人机主要伫暗时咧飞，警方接近时阵会将闪烁电火关起来。共和党籍国会议员范德鲁指出，这无人机为伊朗伫美国东海的母舰来。我国大学回应美国研发无伊朗专家，也无索回母舰派出的无人机飞向美国。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
塞尔维亚北部第2大城市洛维萨德11月传出车头的厝顶放气，造成15死2伤。这个车头是甲中国国营企业合作的一带一路的项目。这件事件也引起学生甲反对党上街头抗议，认为内面有贪污的问题，呼吁爱调查，而且政府就爱落台。到底有7市召开记者会说明的同时，总统府外组织大庭民众手提标语大声喊口号，批评政府贪腐，造成11月初的崩塌事件，官员拢有责任。虽然塞尔维亚的交通甲基础建设部长韦西奇伫代志发生了几工就失职落台，不过车站改装工程合法建造是韦西奇就任进前的代志。另外，塞尔维亚铁路公司讲，崩塌的希萨市甲改建的工程无关系。当时承包的中国铁路国际公司等中资企业一日开始拒绝公布相关的文件，除了引起部分民众的不满，反对党阁要求政府来重视，并重新选举。对这代志，有7市总统为德国登去塞尔维亚了后，就主持公开文件的记者会。Od svih zahteva koji je važan zbog istine, zbog činjenica, zbog svega onoga što predstoji, zbog svega onoga što je važno zarad odgovornosti, zarad pronalaženja onih koji moraju da podnesu odgovornost za 15 tragično preminulih. 塞尔维亚反对派为2023年12月国会大选了后，就主张选举有问题，持续上街头示威。这届针对崩塌事件抗议，反对派嘛加入，因为进前叙利亚阿塞德政权接伫反对派的攻击了后倒台。有支持对这代志讲，塞尔维亚不是叙利亚，两个袂使相比拼。Iako mislite da sam Asad pa ću da bežim negde, nisam. Živ sam, ceo život živim ovde u Srbiji, zahvalan svojoj Srbiji. 塞尔维亚除了加入中国“一带一路”，和中资企业参加相关的基础建设，在陆俄战争中坚持中立，拒绝参加欧美对罗西亚制裁，引起欧美的批评加施加压力。这对塞尔维亚加入欧盟，也加当地局势影响，拢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4家人编译。今仔日国际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加沙走廊民防机构表示，以色列今仔日发动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有50八个人死亡，包括12个保护援助物资的拖拉库的收尾。以色列军方是讲，因是锁定要抢车的激进分子。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11日日本约克达空军基地表示，国家大厦正咧密切关心中国最近伫台湾海峡周边部署大批海空军军事资产的行动。奥斯汀讲，美国对台政策是并无改变，会继续确保台湾得到必要的防卫能力。时代杂志今仔日刊出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得到当选2024方年度风云人物的受访内容。伊批评乌克兰用美国援助的飞弹，甚至打击罗西亚的本土。这个讲法是可能代表 Trump 会改变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所以来关心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上任进前，路透社的报道指出，咱台湾的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环甲齐书谦，等来美国的华府访问，会参 Trump 的交接团队见面。也那咱的总统府是表示，国安团队访问交流是例行性的，无进一步评论。学者认为，咱台湾就要甲 Trump 幕僚建立沟通的管道，维持台美的关系。透过移动的影片，红列伫中国制裁名单顶悬。咱的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参加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11的演讲活动，一个讲出中国对台湾伫经济、外交和军事上的压迫。This escalation of regional tension has been evident in recent months as the CCP regime continues to use various pretexts to establish a new normal through aircraft intrusions into Taiwan's ADIZ, crossing of the median line in the Taiwan Strait, and major military maneuvers
meant to intimidate Taiwan. 呼吁讲理念较深的国家爱团结，捍卫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吴钊燮虽然无亲身访美，但是根据外国媒体路透社报道，在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就任进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飞帆、池书谦最近是去到华府和川普的高级团队密会，和台湾和特别上任的美国政府建立联络。但考虑到北京的国压起来，对象是无包括川普提名的各界官员，可能是中届政治执位的共和党人士，对这副方格调无好认，表示国安团队访问是例行慷慨，无进一步评论。我想还是跟台美关系，还有一些可能跟台湾的安全，以及所谓的台美之间的非常重要与敏感的军购的议题。中阶层的官员不代表不重要啊，可能他是业务是未来搞不好是跟台湾有直接的相关啊，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努力和这样的尝试建立起沟通管道，对未来的我们来说，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学者认为讲，咱应该拍拼和川普的核心幕僚，建立正顺的沟通管道。针对川普质疑的咱的国防预算、国防投资和自我防卫能力的部分，明确表达政府的立场，嘛当随来了解美方的态度，来维持台美关系。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昨继续审议司法院人事同意权案，立委是关心死刑准废的议题。通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表示，目前台湾社会真侪民众支持死刑，认为废除死刑就要分阶段来做，最后是走向废除死刑。另外一个被提名人刘正基是明确表态支持废除死刑。立法院12继续审查司法院人事案，大法官被提名人廖福德、刘正仪报告时阵拢讲，要做宪法守护者。在野党立委拢伫问死刑准废议题，伫死刑实现了后，是不是还阁坚定停废死？比如说，以从国际人权条约的发展来看的话，它大概是分为2个阶段。因为社会的脉动慢慢从把它限缩到比较小的严谨的范围。那我相信台湾的社会目前为止刚好处于的第1个阶段。那它可能未来在第2个阶段是否要进行到废除死刑的话，应该可以透过社会更多的互动讨论。我个人的理念向来都是呢，我们应该走向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对于这个死刑核宪的判决呢，感到非常的遗憾，里面还有一些没有讲清楚的地方，包括呢被害人家属如何参加诉讼程序，获得一个舒缓。这个呢是国家的保护义务，我们不应该继续活在印报思想里面。今年国民党团就表示，严格管控人事案，立委齐家新也讲，被提名人廖福德的土地，好亲像租户非法洗车抢，不断的去澄清，拆不掉就是拆不掉。我是不是在之后我来稍微之后让这些业者去做违法的事情，鱼肉乡民？你要怎么让大家相信你是一个客观中立的大法官呢？你好，齐家新马变做刘正仪较早并且大文，伊对卡关案表态，也做大法官被提名人，敢也会当独立判断。你说，当台大决定要让管中闵担任校长的时候，你的脸书发文说免予同意又来了，这些人大概真的以为他们都看不懂，他们在合演一出超级搞笑剧，是年度最大的假新闻，演好圆满吗？我过去的看法都没有改变，所以你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搞笑剧？台大的校长就是教育部就是在演了一个搞笑剧。民进党过去的政府演了一个搞笑剧，没有错。司法院正副院长甲大法官人事同意权小连续3天审查结束，立法院嘛要第24再起刑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新埔市场附近的巷仔最近咧进行路面整修的工程，不过时间的过程凹起来的石头，害人无细字跋倒去伤到手骨。电工所表示，而且工程单位加强监视，民众若是受伤，因也会担起责任。民众才准备行去对面，行到一半，一时脚步无大好势，人就无细力跋跋倒。好佳在有好心的民众看到，赶紧甲人扶起来。不过民众的脚甲手拢已经受伤。跌倒的时候就很痛啊！幸好是一个那个先生过来帮我拉起来，不然我根本起不来啊！这是新竹县新埔市场附近的一条巷仔，最近因为进行路面整修，工程单位甲原地地砖好掉了后，却无随清走，也无留临时通道。那害人受伤，连附近店头家拢怨讲，根本无法度做生意。他施工前完全没有知会，没有告知，没有协商，来了2台怪手，前去后找，
也没有跟我们说明事故要多少天。厂商都会相当注意不要再有尔后类似的情况发生，包含设置相关的便道，让民众可以做通行，还有相关的警示设施，我们都会格外来注意。我会加紧赶工，一定会在下个礼拜五，应该是12月20号的时候，311项就会完工。新埔镇公所有会师咧，也对受伤的民众感觉歹势，嘛讲会担起医疗责任，说落来会伫附近加强各司设通道，来请施工单位尽量赶工，降低施工对店家的影响。记者杜君豪新店报道。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最近有碰瓷的走入去宿舍内底偷食物件，学生也是真困扰，也认为学校拢无咧处理。校方是表示，应该是因为风太扫过，几块树啊拢倒去，影响到碰瓷才学袂走。高雄师范大学和平校区学校内底不时就会看到碰瓷四界咧走，不过最近就带学校的学生讲，碰瓷定定拢会走来宿舍，秘伫咧厝仔内底，佮偷食因的饼，报学校也拢无要处理。就是在那个什么上面橱柜，在里面爬，然后因为我在睡觉嘛，就听到吓一跳，我以为说是老鼠，结果我爬起来看的时候，以为是松鼠。但就是不要互相干扰，不要吵到他们，这样就好。其他学生嘛讲有拄过这个状况，学校表示有收到学生的通报，每一届嘛拢有派人去处理，应该是学校内底原本碰瓷咧捡迄张大树倒去，碰瓷无所在通去，才会对宿舍的冷气孔也是虫仔走入去。风灾之后呢，校园内有非常多的大树，它因此倾倒。那原来这些松鼠是跟我们和平共处在一个很完整的生态系里面，住在大树里头。那因为大树倒了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它可能一时松鼠们也不知道它们要去哪里，那可能就跑到了宿舍里头。学校表示会考虑生态甲学生权益，赶紧来改善。除了高师大学校有碰瓷，屏东的某一间高中内底甚至佫出现车道顶，有学生发现了后，挑工甲围条咧，甲赶掠起来展互人看。学校解说，去年在1月开始，就捌伫咧学校内底看到车道顶，会佮向学生说明正确的处理方式。我们会宣导，对，因为还是要跟同学让他们知道怎么去正确的去处理这样的状况。户外住家或是校园内看到日月溪，在手边呢没有就是绳索网子的情况之下呢，千万不要徒手尝试捕捉。屏东县政府表示，每一年拢会掠到9万只车道顶，嘛会奖励农民去掠，嘛提醒民众车道顶的卡脚进来，后壁佫有生气，尽量莫直接用手去掠，避免受伤。记者综合报道。嘉义市就业中心摇车脚踏车店的师傅，做伙甲等伫咧路边的废弃脚踏车重新整理了后，送予就业中心帮助弱势民众。记者一定要看。替脚踏车的状况做检查，要先找到爱修理的所在，等修理好势了后，就会送去予嘉义市的就业中心，予就业中心人员送予一寡要找头路但是无交通工具的弱势民众。来遮找头路的，阮得去评估讲，伊的状况啊，阮想要甲伊推荐去找头路，啊，毋过因为伊无交通工具，实在是因为欠这项啊，就无法度去面试啊，所以阮就会评估了，然后去上伊这个脚踏车。体力也没有说很好，所以就是对，只能找比较近的对，然后让我有代步工具，然后可以去上班。这一台的脚踏车原本拢是无人要骑，但伫边仔的废弃脚踏车，为了要活化这的资源，嘉义市就有脚踏车店甲就业中心来配合，免费甲车修理好势，阮也方便弱势民众来使用，嘛顺续解决环保的问题。无爱车台目来回收，就一台到一台，10台车甲倒的，凡说倒2台当骑，安尼就会使啊。若搁较无够的零件，咱甲贴新的落。嘉义市就业中心表示，一台脚踏车对经济弱势民众来讲，会当增加因找头路的工作范围，嘛会当减轻因体力的负担。目前到今已经修理18台车，送出去11台。希望透过这种方式，除了协助有需要的民众，嘛会当鼓励因来使用就业中心的资源。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这礼拜6的暗时，天顶有双子座流星雨会当来欣赏，10点钟流星上济会当到150粒。另外，人类观测火星到今已经满60年，台北天文馆也甲中央大学合作举办火星特别展览。一瞬一瞬白色的光飞过天顶，这是过去双子座流星雨的画面。
台北天文馆表示，民众若想要看流星雨，就要把握这礼拜六暗时10点到礼拜天要拍曝光这段时间，通看到今年流星数量上侪的双子座流星雨。虽然拄着旧历11月14日满月，月光较强，较好观察。但是民众避免看往月亮的方向观测天文，就通减少月光的影响，流星雨就通看了较清楚。月亮起来的时阵，因若伫咧东边，你就往西边迄边看，安尼就袂去用月亮干扰到啊。上济的时阵1点钟应该会有100外粒，也毋过受到迄月亮的干扰哦，差不多会减半。另外，人类观测火星自1964年美国的水手4号太空船传回来火星表面的相片开始，到今已经满60年。为着要让民众愈熟悉火星，天文馆嘛甲中央大学合作办展览。而且，伫咧每年1月16日，通看到火星冲的天文现象，也就是讲火星、地球甲日头会连做一条线，是火星上靠近地球、上好观察的时阵。那火星冲呢，相对来说啊，就是比较近，所以你可以观测到地面上的那个地形会比较明显一点。比方说像上面有那个水手峡谷。我们从地球上、我们地面上的望远镜，甚至是在太空中的太空望远镜，它所捕捉到的一些火星的影像，还有观测结果，是想利用这样的方式去展现说这个火星这个星球的特色。这个火星特别展览除了通用看的，也有火车车操作，甲融入虚拟实境的 AR 体验，嘛会帮旅行到火星的导览活动，望让民众通以互动的方式，入捌火星甲宇宙的奥妙。记者我们曾准由台北报道。台大病院甲台大工卫学院昨发表世界空气品质甲学生囡仔健康研究，发现这是有相关的。但是二氧化碳的高度到850 ppm， 就会增加囡仔呼吸道感染的风险。新冠疫情期间，国内有真侪件幼儿园发生规定感染的事件。为了了解幼儿园气候病毒感染的原因，台大病院甲台大工卫学院合作研究发现，教室内底空气品质甲学生囡仔健康有真明显的正关系。我们都认为说，这个小朋友把这个病毒带回家，还是说把感冒带回家是理所当然，还是说无可奈何？但实际上，最重要的重点是，其实是我们的幼稚园的环境呢，可能他们的通风换气不足。研究团队表示，新冠的气价传播是关键路线，特别是伫幼儿园等封闭的空间。所以，2021 8月至11月，伫台北市某一间幼儿园进行室内空气品质连续监测，并使用无联网传感器，结果发现幼儿园教室内底二氧化碳浓度平均会当达到850 ppm， 结合模型计算出基本传播数 R0 达是 3.01， 也就是平均一个感染者会当喂互3个人。不过研究嘛发现，只要改善教室通风换气，就会当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大部分的学校也好，托儿所也好，或甚至医院，这个通风都不足的，换气都不足的，那怎么办？那我今天有讲说，在不足之下，你只好用空气清净剂。研究团队强调，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应该要降低到550至650 ppm。建议动态调整室内人数，也甲停留时间，也是改做伫户外上课顶。若是伫通风换气不足的教室，是建议加有过滤功能的空气清净机，通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长时间挂耳机可能会造成听力受损，而且医师就提醒成年人若是听力受损，食老可能就会出现失智症的情形。民众伫咧通勤的时阵，常常惯势挂耳机听音乐，有的人惯势听到无电才停，有的人是讲差不多听1点钟。可以听到没电。我觉得那个还很久，所以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断断续续的，可能如果连续就1小时，再可能就休息，就是对。哦，但其实使用耳机的频率算高。我觉得就上班时间是高的。侪民众认为挂耳机听音乐听遮长的时间对听力无啥影响，不过，有医生提醒，若是挂耳机的时间伤长，恐惊会造成听力受损。医生也建议民众会当选有降低噪音功能的耳机，不过也是要注意挂的时间，莫超过1点钟。蓝牙耳机足侪拢有降噪的，就是降低噪音的，伊种爱甲开启来用，然后若是安尼时，你的迄个
手机的音量会较袂较真大声，安尼较袂影响听力的受损。但是更较保险就是讲上好是60分钟就休困一解。医生表示，目前大人后天的听力受损，接看到的是耳孔长期接受环境的噪音受伤，亲像捷运站的车声、工地施工的声音，人若定定伫这种环境，要是建议脱耳塞仔，若无久来对耳孔无好。医生指出，若无伫早期发现有听力退化的情形，接受治疗，未来有可能会变动听，听无人咧讲啥。食老的时阵，着失智症的风险也会增加。若是讲当天来医生检查了，若会当处理的，就马上处理，比如讲耳塞，还是综合炎，会当处理的处理，食药还是开刀。若无法度，就是讲爱做复健，复健就是助听器，还是人工电子的。医生表示，目前听力受损，拢是建议患者先使用助听器复健治疗。若是严重动听，行到最后一步，才会建议用人工的电子耳。伊也建议民众爱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保护家己的耳仔，才会当尽量避免动听的危机。记者中嘉义谢桂玲台北报道。台南北，互人认为是六都内面上大考的城市。资料显示，最近台南各中国小学生体位正常比率有提升，过动的比率也有降低。教育局表示，这几年拍拼推动健康促进计划，还有就是教育计划，有学校是增加运动社团，由校长甲老师带头斗阵减肥。早自修时间，教练带囡仔做田径训练，大家拢真注心投入体育运动。台南市东区复兴国小，逐工放学，有400学生参与运动相关的社团。因过台南市北互人讲是六都上大考的，为了要提高学生体位的正常比率，这几档教育局推出健康促进和饮食教育计划。根据统计，各中小学生体位过动，对110年的29%降到这阵26%。对身体很好，也可以让我这个身体非常苗条。然后也可以对身体有很多良处。今年的囡仔体重迄个比例有较低，所以表示讲，这个部分从午餐的饮食、宣导，含这个体育社团的团队的囡仔的迄个表现，来协助囡仔会当互伊得到较好的身体健康的发展。除了加开运动社团，嘛有教室外口放无同的球具，营造运动的环境。唔学生尔，高中后校长甲老师嘛带头动起来，因靠强璀璨保持规律运动惯习来减肥维持身材。校方内嘛开设健康相关的课程，透过团体力量，互咧减肥的学生更较有坚持的毅力。一年之间，我想应该有超过6、7位老师，总共减了差不多快100公斤。我们学生的部分，我们有这个叫健康体位的运动，体位哈，那么 BMI 超重的话，我都会由卫生组跟健康中心安排这个一系列的课程。同学也有减20公斤。内底学校的校长、甚至教育局长嘛，拢亲身来带领着大家人。来做这个健康的运动习惯，未来教育局嘛继续来推动。囡仔的体重一部分是先天带来的，另外嘛参饮食有关系。教育局讲，因来加强囡仔健康饮食的知识，嘛有推出健康护照，记录运动参饮食的状况，让囡仔维持健康。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接客有17项世界文化遗产，包括卡罗维瓦的温泉小镇，这温泉会当浸，袂少人也会天来啉。这温泉是只互接客列入健保，加做医疗体系的一部分。记者现在人就位在捷克的卡罗维瓦利小镇，这里的温泉相当独特，还被 UNESCO 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根据统计，捷克有17项世界文化遗产。卡罗维瓦利因为独特温泉甲悠久的古典文化，就伫2001年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温泉唔但应浸，真侪在地人游客过接来啉。We are proud of the fact that if you drink only hundreds of milliliters of the water, like here in Karlovy, your body will really feel it in a few minutes. You will feel better, and your body, if you drink here the water for maybe 1 week or at optimum 3 weeks, and your intestines are in better condition and so on. And if you measure, for example, the content of sugar in your blood, you will lower, for example, cholesterol in your blood too. 觉得喝起来蛮像的，有点像运动饮料，就是气泡水跟矿物质的味道啊。
Actually, I don't feel anything in particular. I just believe this could do some good to my body. 伫这小镇浸温泉，毋那是休闲活动，佫被当作医疗方式，甚至纳入捷克健保一部分。And he will decide if you are a good one to stay in spa resorts. It's covered if you have some heart problems with your body, for example, locomotoric diseases. It's covered by your stay. It's completely covered by state. 卡罗维瓦利每年吸差不多60到70万游客，每年伫遮办的国际电影节，佫是中东欧的年度盛事，带动当地经济发展。Spa industry, hot spring make many opportunities for hotels, for sanatoriums, for pensions, for everybody. We are producing souvenirs, many products connected with hot water. We have many hotels here. We have many visitors, so tourism is very important here. 为观光医疗到食品业，温泉加做卡罗维瓦利产业链重要一部分，好小镇的健康旅游业正发展。毋但创造更加侪工作机会，佫打响捷克温泉伫国际的知名度。公视新闻记者刘玉婷，捷克报道。虽然现代航海大量运用 GPS， 也是有真侪国家保留灯塔。伫咧澳洲东南方就有一个小岛，就有一座160多年历史的灯塔，内底做是25年的资深看守员11月退休，继续由新人来守护航海安全。澳洲人口上密集的维多利亚省东南方外海这个小岛，长度只有2.4公里，上宽的所在只有800公尺，面积大约154公顷。岛上上有名的地标就是这座灯塔，塔悬47公尺，是澳洲第2悬的灯塔。上顶面的公园离海北面55公尺，伊上早是伫1853年兴建，原本只是早期的建筑，1860年改造，以岛上的花岗岩重建，到达已经有160年的历史。靠自动化科技，现代的灯塔看守员无需要时时刻刻住伫岛上看守灯塔，像资深的看守员里奥登不劳，就是以上班1个月休困1个月方式执行伊的工作。除了巡视灯塔机械敢有故障，看守员的工作也包括观察岛上的气象变化。平均每6点钟以手写记录一摆，这也是灯塔的100年传统之一。When I first came here, there were up to 30,000 pairs and very few seals. And more recent years, it's dropped right down. Penguin numbers are greatly reduced, maybe 10,000 or so, and the seal population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这个疑问连动物学家一时也找不出解答。澳洲 ABC 电视台报道指出，岛上毋但是随时要面对变化天气，手机信号也真差，而且工作会当讲是较外界距离。也毋过有真好的海景甲丰富的海洋生态，对有兴趣的人来讲，这是人間天堂。I kind of had this dream of if this job ever came up, I was definitely applying for it, and I've been so lucky and feel very privileged to have this job now. I'm hoping eventually to find a beautiful rhythm to tie in with Gable's rhythm. There's a huge responsibility, and a lot of it is self-driven. 邓普劳当初来到盖宝岛，年纪甲达提差不多，看到真有兴趣的少年一代会当接手，邓普劳决定要搬转去澳洲本土的老厝过退休的生活。42岁达提，捌伫故乡苏格兰做20年的食物病航海专家，5年前才移民澳洲。伊讲会当守护160多年的灯塔传统，也佫会当欣赏绝世的美景，是伊梦想的上好工作。公司新闻，齐家真朋友。欧美国家准备过圣诞节。英国伦敦举办第8届姜饼城展览，用伦敦这几年重新再利用的老建筑为原型，邀请建筑师烘饼做姜饼厝建筑。一碗汤饼起的美丽建筑，活灵灵，搁也汤酸砖塔看起来亲像落雪冬天。圣诞节要到位，伦敦一碗汤饼城展览搁出来。资深机构甲45间建筑公司合作，用再生都市做主题，设计这静海的姜仔汤饼厝。We all use buildings where we live, where we go to school, where we work, but we don't always think about them. They become the background of our lives. When you suddenly start to see them through the lens of cake and sweets, then you really realise how amazing buildings are. 将平常时的风景加做静海物件，是今年上受注目的姜仔汤饼厝。
用原型包含老建筑再生成功案例，把特斯发电厂、家己东伦敦处文化圣地红砖仔巷的老杜门剧酒厂，要用饼或者出这建筑真源的演堂，和建筑师是正上脑筋。It's more about bacon and structure, in like this, the whole thing to be collected in one piece, not falling apart on the transportation and on the exhibition. So we started to thinking how we will do the chimney so tall, because it's actually like 49 meters in real life. 好卡在每一位参加建筑师拢充满斗志，有人本身就真爱学物件，即摆拄好结合专长，豪华表现，佮研究出特殊的配方制作出更较润的球仔糖饼，或者美丽建筑更较坚固。Yes, I love baking, and I don't know. I usually like to bake different things for the office. Actually, gingerbread is really similar to bricks, so the same type of process. You also bake it. The icing could be as mortar. 球仔糖饼厝顶悬各种的糖仔，用要互参观的游客我来看，我来流嘴烂。一摆展览会到12月29，是要感受亚旦喜气的民众来赶进去。公司新闻杨干编辑。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6度到19度，中部地区16度到24度，南部地区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16度到25度。高岛地区13度到21度。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郭碧君，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公视台语台12月新节目《